做咗裁判大概20年左右，介乎喺10至20分鐘，但係就好視乎佢係邊一種嘅劍種，例如可能配劍就會再快啲。通常會有5分、15分同埋45分，咁就視乎係打邊一類型嘅比賽。如果時間完咗，但係有同分，我哋就會先用裁判器抽咗個 priority， 跟住再加時打1分鐘攞1分。如果邊個攞咗嗰1分就係贏，如果都係冇人攞到1分嘅話，就根據1分鐘之前抽嗰個 priority， 抽中咗個 priority 嘅選手獲勝。